何西阿书第10章，以色列是熬生炭，熬结果子的葡萄树。果子结哪多，这段就起哪多。土地出产哪丰富，石条上就做哪水。因的心开闸，一定就受定罪。上主要拆因的这段，毁因的石条上。彼时因为讲，阮无王，阮无得惊上主。有王，伊会当替阮做甚物？因空喙保指，懒散咒詛立约，因互公义变做不义，亲像荒郊的毒草，四过的生炭。阿门的外伤受毁坏，撒玛利亚的子民惊吓，为着外伤哀伤，因的这是悲哀，因为金牛已经失去阳光。因的外伤为互人讲起亚述，这礼物送互亚述大王。以法莲为受凌辱，以色列因为拜偶像见笑。撒玛利亚的王为消息，亲像水面的茶油仔。阿门的山头段，以色列犯罪的所在，为受毁灭。遐个这段为互刺配，甲这个看满。人民会对大山讲，甲阮扛起来；对小山讲，甲阮爬落来。以色列啊，恁对基比亚事件以来，继续在犯罪，恁继续得罪我。想讲，伫基比亚攻击犯罪的人的战争袂临到恁，我一定会来刑罚这个犯罪的人，因犯相同的罪，列国会组织来攻击因。以法莲是好教的牛母，爱论五国，我将胆挂伫伊水各样的颔骨，我要互以法莲拖车，互犹大累残，互雅各悲伤惨途。着为家己开垦耙远的地，种公义，守慈爱。现在是祈求上主的时，以来的时，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互恁。恁种邪恶，守罪过。食白菜结的果子，恁挖靠家己的溃烂，可惜恁有真侪勇士，所以战乱的喊话会临到恁的人民，你所有的堡垒会互人拆毁。亲像亚述王撒勒班伫战争的时，拆毁别阿比勒。迄时老母甲因的囝儿，拢会互人杀死。激着二人啊，恁罪大恶极，
会拄着相款的灾祸。天一个光，以色列王就会受消灭。